启程踏遍荒草，告别平凡，寻觅逍遥，不招摇必尘嚣，奈何人心难料。藏得着无人晓，执念不曾动摇。让尔虞我诈成徒劳，掌中宝，心中刀，邪魔都不阻挡。孤身失恋热血烧，在一夜熟悉连招，在无牵挂的发下，斩断后天地为家，从此相忘于天涯。看当今生的强大，键盘起眼的造化，千万年仿佛一场。这一路破空，苦难有千种，谁人懂？只求有朝再相逢，修炼尘世中，愿愁万事空都目送。终究平凡不平庸，修炼尘世中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野狼帮袭击了齐玄门，贾天龙无恶不作，滥杀无辜，修仙者金光上人更是视人命如草芥，我别无选择，只得消灭了他们。可笑的是，齐玄门的人对我表现出畏惧和疏远，那一刻我才明白，我在他们眼中已是异类。告别了厉飞羽，我离开了齐玄门，踏上了寻仙之路。差点忘了这牌子，上面写的是升仙二字，背后还有黄风谷3个字，这也许有什么秘密，暂且收着。小二哥啊，请问那是莫府吗？啊，是啊，客官。挺大的排场，谁要成亲啊？是墨家的人吗？客官，您可听说过墨居人的名号？可是人称鬼手的那位？没错，就是他。他销声匿迹也快10年了，留下妻女，守着偌大产业，不知有多少人眼馋呢。比如这小子，背后就是兰州最大的帮派。那小子就要迎娶莫彩环了，真是遭了狗屎运。莫彩环？对呀，莫家的女儿，全城年轻人的梦中情人。这小子叫吴建明，自称是莫居人关门弟子，拿着遗嘱找上莫府，说是莫老爷子临终前把莫彩环小姐连带家产许给了他。按道理说，这种子虚乌有的事儿，我第一个不信。
可有什么办法？人家背后有靠山呢，假的也能说成真的。哎，真是，哎，没天理！偷懒的家伙！掌柜的，来了！这个新郎官多半是趁人之危来巧取豪夺的。莫老让我来嘉园城，想必就是料到有这一天吧。莫老，你还真是会使唤人啊！不，我不会嫁给你的，离我远一点。你还是乖乖从了我吧，啊！你闹也没有用，我早就遣散了所有的家仆，没有人能够听得见。你根本就是图谋我莫府的家产，你骗得了我母亲，骗不了我。你嫁给我，才能保全你们母女，保全整个莫府。实话告诉你，莫府上下早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，谁都阻止不了我。谁说的？我就可以。取婚，拿住他！你没事吧？回去告诉你背后的人，再敢打莫府的主意，我饶不了你们。还有，你不可能是莫巨人的弟子，我才是。你真的是他的关门弟子？正是。他已经不在人世，让我将暖阳宝玉给你，让你对莫府照拂一二。正是。娘，您这是做什么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此人杀了你爹。你要的宝玉是用来解魔音手的毒，你曾和他以命相搏，他死了，你还活着。莫夫人，在下也是迫不得已，必须自保。他要灭我元神，占我身体，所以你就杀了他。其实，是他自己杀了自己。哼，死无对证，你想怎么说都可以。说是一个人跳崖，要怪悬崖杀了他吗？口才倒是不错，这也是你师父教你的？不是，但莫大夫确实教了我读书和医术，令我受益匪浅。事已至此，你要我怎么做？还请莫夫人将暖阳宝玉赐予在下。哼。好吧。娘，您怎么又放了他？如果他是真正的修仙者，那么这笼子困不住他。而且他解决了吴建明这帮人，也算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你爹虽然是死于他手，但多半是像他所说，另有隐情。你爹走的时候，你年纪小，还不懂事，他一心只想着他自己，为了寻什么仙人，撇下我们一走了之。为娘一个人要应对这兰州的几大势力，活的是提心吊胆，所以在我心里，他早就死了。年轻人，莫府树敌太多，我们娘儿俩无依无靠。你若想要暖阳宝玉给你解毒，就得先答应娶我女儿为妻，这样莫府上下自然归你所有。师娘，我韩立是个漂泊无定的江湖客，无意权贵，只怕辱没了莫姑娘。不过，如果莫夫人想求平安，我倒是有个办法，能够护得莫府周全。
下面我要去的地方带着你太显眼，你就留在这儿守着幕府，保护好他们。等以后我回来找你。莫姑娘，我只是想说，谢谢你救我。莫姑娘，不用放在心上。你接下来去哪？神手谷地处偏僻，没见过其他的修仙者，我想去找找自己的同类。有个叫太南谷的地方，有人在那里遇到过仙人。小时候听爹说起过。谢谢莫姑娘。啊，我也有东西想要给你。这本医书精要是你爹所著，就留给你了。若是有缘，我们自会再见。保重。这暖阳宝玉果然厉害，短短数日，身上的寒毒已经清理干净了，还助我长春宫突破了新的一层。可惜找遍了这片山水，也没有能找到太南谷。不知不觉间，眼前出现了熟悉的风景。小妹，这么多年，不知家中爹娘和小妹可还好？我想回家看看，在远行之前，看他们最后一眼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各类奇珍药材，我这儿应有尽有。您想来点什么？这要多少钱？我诚心买卖，您看着给吧，合适就行。我看看啊。真卖药的。先生，你可真是活神仙啊！昨日我老伴儿吃了您的仙药，今日他就不再咳血了，现在已经没有性命之忧了。这是我家祖传的野山人参，有上百年了，可以再给您换点灵药吗？哎呦，这是上百年了！哎呦，这个头不小事。对呀，这人参长得好大，一看就是值钱的老山参呐。这样吧，我这摊位上的丹药都归你了，服了我的药，保证你老伴儿药到病除。谢谢先生，谢先生。哎呀，你分我点啊！你老婆真的不可血啊，真不可血了。做买卖的，这真是活神仙呀，这是。有点心厉害，活神仙。我要是有山参啊，也找他买药。活神仙，这厉害啊，厉害！这位道友打量了我许久，是否也要买些丹药啊？你好，在下韩立，敢问道友可知道太南谷在哪里？哦，你也是要参加太南小会吗？正是。在下万小山也是要去参加太南小会的。既然你我如此相遇，不如一同前往啊。若你另有打算，那小山告辞。道友留步，能否顺路去个地方？走吧。看小山兄适才用丹药救治村民，医者仁心，在下实在佩服。都是些基础丹药，我想换些药材到太南小会交易。倒是道友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修为，想必一定是灵根出众，真让人羡慕啊！小山兄过誉了，不知这灵根有何说法？哎呀，一看道友啊，你就刚进修仙界不久。这灵根呐，是区别凡人与修仙者的基础，有了灵根，方可进修仙一途。但是啊，这灵根和灵根也是有很大差别。
灵根分为金木水火土，单一灵根者称之为天灵根，修炼起来极为快速。还有4灵根和5灵根，称之为伪灵根。即使有了些机缘，但是也只能在炼气期停留，无法再继续前进了。这炼气期又有何说法？嗨，这修仙者的境界有划分，总共分为炼气期、筑基期、结丹期和元婴期。听说呢，再往上修炼还有一个化神期。哎，韩兄，你知道吗？世间凡人能够活到100岁，那都是少有。但是要是达到元婴期，能活到上千岁，那也是不无可能啊！上千岁的寿命？对啊。哎，道友，你快过来看，快看快看，前面有人接亲，咱们去凑凑热闹。走走走，好。天然一盏明灯，叫我参破万物众生。时困时空，谁又带走